现在在桃园机场，爽哦！我们要出先去办国工作喽，今天要去大阪。我们要登机喽 Go go go！ ，Go go！ 登机喽！登机喽！去大阪喽 Go！ 要买登机，谢谢。想睡觉的蜜 ，Koromo Market。我们到黑门市场喽，了解开始。Hi. Yes. Tomorrow Taiwan. Yes. So today I stay here. 好好吃。我什么都没沾。哦，忘记要录了，直接吃。哎，好巧哦。巧。好酷哦！你要去买玉手？你要买玉手，一定要买玉手的，怎么可以不买玉手呢？喜欢大阪的。到集市场喽。你在拍我吗？对啊，我要拍那个景哦。有的，嘿呀嘿呀，ありがとう，多谢。它里面可以买抹茶冰淇淋。どうでした？110円とシートです。今からバター。耶！我吃过了哦。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哦，ありがとう。啊，很漂亮。这可以当封面哦。在清水寺哦。英文是 Imperial。有点熏牛肉跟熏鲑鱼的，但这个真的超好吃。真的。我们比较喜欢住在比较亮的地方。来，我们会把它放在旁边的小框框处。OK。而且它整间店都是黑的，哎，很酷啊！很酷的一间店，很有个性的。Drip Cafe， 哦 ，Drip Classic。猪排、牛肉、披萨，这不知道是什么。它那种千层的松饼。各位观众，日本烤鸡翅来啦3只。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店的 popular 哦。是 popular。来送你。好，来了一个就是鸡肉杂炊，要来抚平我们昨天失望的心情。在地下室，它天很大哎、这里。我刚刚看到他们里面有写说它是这个有99个位置。哇，太多了吧！对。真的点。刚好拍到吗？有啊。太小了。你看我刚拍一个这个。对。在哪？那它在哪里？在这里。那我们在这里是要怎样？来这里就是看好不好人啊？看完就可以走了。看完就去逛街喽。这一集快速的这一集就到这里喽。没有到这里啊，我们就要去逛街，不是吗？哦，我们去逛街。我们逛街也在同一集吧？啊，真的啊。它是草莓慕斯。哦，草莓慕斯。慕斯，然后这很薄的蛋糕体。蛋糕体。对，但是日本的柿子很有名，新鲜柿子，然后中间有一层很薄的蛋糕体跟卡士达酱。可是这件超推的，爆炸推，你们一定要来吃。我们
刚刚在这个浪速屋买了抹茶冰淇淋，上面还有撒抹茶。哦，还有抹茶的哦，这个小杯好酷哦。小杯的是纯抹茶，大杯是而且小抹茶杯只有这 latte。间店限定。它这里是直接现煮的。喂，安子 C 喽，安谁哦？拜拜。我知道那 QQ 的，这个就是花生小碎